新竹湖口一间外籍移工公司的停车场，拜一下晡2点发生火灾，造成60多台这奥多拜拢烧起。经过消防局的调查，发现现场拢是电动奥多拜。这导火原因敢是甲这电动奥多拜充电，而且最近天气有较烧热，安尼是有牵连的呢。目前也当咧鉴定，消防局也要提醒民众买电动奥多拜的时阵，一定要选合格产品，才袂去造成危险。相对接到通知，赶紧到现场拍火。新竹县湖口地区拜一下晡传出火灾，一间外籍移工公司外口的奥多拜着火烧，因为现场拢是电动机车。着火原因，消防局表示，目前无排除甲电动机车电池充电加上天气烧热有关系。现场是设有充电箱的哦，那我们也不排除说它这个机车是有充电的可能性。这个充电呢，的确是有一定的规范，比如说不要过长的时间保持充电啊，或者说天气太极端，当然也不太适合充电。电动机车业者指出，一般电动机车电池拢是装伫较大的卡，也是上接近路边的所在。加上最近天气烧热，路边温度愈来愈悬，确实会增加电动机车电池风险。那脚踏板底下刚好就是它的底下呢，因为它是铁盒子。那我们的地面经过曝晒，高温一直往上升，就好像我们锅子在蒸东西一样往上升。那上面的太阳呢，高温又在曝晒，直接曝晒下来，在它的脚踏板上，等于它是在中间被2个热源一直夹着在烤，所以它的危险性相当高。消防局提醒民众选择电动机车时，一定要有合格认证的产品，除了爱予专业人员按电池，也袂当充电充过头，尤其千万唔通私底下改装电动机车，避免发生危险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